我無悔辭去令人羨慕嘅高薪專業工作，而家嘅我每日都能夠親自接孩子放學，陪佢哋成長，享受寶貴嘅家庭時光。大家好，我係 Becky， 我曾經係一位喺香港工作嘅社工，投入助人嘅行業超過13年。我幫助咗好多人，卻忽略咗自己嘅家庭，每日加班，身心俱疲，連同小朋友一齊食晚餐都變成一種奢侈。最令我難過嘅係，小朋友放假嘅時候，佢喊住唔俾我返工，直到一日5歲嘅仔仔同我講：媽媽，我好愛你，就好似海邊嘅沙同埋天空嘅星星咁多。嗰一刻我感到又幸福又心酸，因為我明白孩子嘅成長唔會等我，所以做咗一個勇敢嘅決定，辭職成為全職媽媽。不過放下工作之後呢，經濟嘅壓力都接踵而嚟。我嘗試經營網店，但係孤軍奮戰，收入有限。直到一日，我發現咗一個國際化嘅網絡創業平台，佢自動化嘅銷售系統、完整嘅線上培訓、1對1嘅導師指導，仲有團隊嘅持續支援，唔需要囤貨，亦都唔需要打攪親朋戚友，只要願意學習，就能夠喺屋企打造屬於自己嘅事業。而家我每日大概花2-3個鐘頭經營，就能夠自由安排時間，接小朋友放學，一齊食晚飯，分享生活。如果你都希望擁有時間嘅自由，為屋企人創造更加穩定、更幸福嘅未來，立即同我哋聯絡了解啦！而家就係改變嘅最佳時機，讓我哋一齊打造屬於自己嘅未來。